哎对，嘿，来，坐下。那你我别讲拍啦。咱你政府要来开发咱翠林村，恁选甲政府的钱挡伫咧外口，恁敢有良心啊无啊哈？我不用拍，我要报案。啊，你当人知咯，红拍嘛是应该啊。你讲什么笑话啊？即摆是我去用拍呢，什么叫应该？敢做敢当啦，少年诶，哎，嘿嘿，你想啊，自救会，啊，你母啊规村仔内，大家拢无通食清，你想啊，恐怕差不多尔啦。一定会达成，一定会达成。多谢头家，多谢啦。阿英，你有听到无？我拄仔接到一笔300公斤的利息啊呢。恁做自救会，做到互官员口洗，车产国号都嘛威胁，我会当拜托你，莫阁做啊，好无？我是自救会会长的。咱抗争是为着生活，即马地砖要无用啊，你又搁走去抗争，是莫想遐多啦。图书馆来姐姐，这地伙是食落水啊！恁来了讲食土沙，叫我安怎卖啊？这甲阮有啥物地带？我靠，甲恁吞口！我甲你讲哦，阮这是合法申请的，你有不满，你会使去检举，莫遮乱啊！你谁在乱啊？哎呀！人倒落去边，欢喜甲地主自己当即摆咧，轻轻松松咧收租金。阮的地米即马了钱是啥物要赔？敢会当讲钱拢是别人咧趁，啊靠是阮家己吞？我是有风声啦，听讲是为什么你会倒来咱这个庄脚所在？啊是安怎？台北生活较辛苦吼，啊你小钱啊拢还刷袂？来，我你讲啦，迄地哦，敢若讲嘛是你这个亲戚后生个，做人我会晓变巧啊。